兄弟平安，请帮我按一下，对，谢谢。感谢教会的接纳，我会当代表国际祈祷会来到这来，各位请安报告，也要见证主伫奇妙的大能，透过阮国际祈祷会所行的这奇妙的事。我的台语无啥会练转吼，所以等下若有华语走出来吼。请各位多多包涵，吼。今日要甲来做伙来分享的题目是因为因跟上帝来做，因为因跟上帝来做。但是咱先来思考一个问题吼。伫1647年，有一个维敏斯特小要理吼，问道理的第一问，伊讲：咱人活咧世间，第一上重要的目的是啥物？活落去，传福音，行天路。伊所互咱的答案就是，咱着来因跟咱的上帝，而且永远掠咱的上帝做咱的喜乐。既然是有理的文答，伊就会引用即个圣经的经文，所以伊所用的经文就是咱头拄仔读的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。所以恁也是食，也是啉，也是做啥物？拢着因为因跟上帝来做，拢着因为因跟上帝。所以咱三角来思想这个问题：咱人是毋是受上帝所创造的？是哈，是。所以，咱的上主、咱的上帝创造我、创造你的目的，就是咱人生的目的，对无？也是上帝创造我有伊的目的，但是我要照我家己的想法来过咱的人生，敢是安尼？拢无反应，我有淡薄仔烦恼。等下牧师回来时，我甲伊报告一下哈。好，所以咱人生的目的，就应该要照着所创造咱的天地的主创造咱的目的来过。咱来举几个例吼，咱人创造，通仔问是要有啥物目的？因为我是建筑师吼，我就举一个例，要采光，要通风，会当出入，对无？人来创造即个火车有啥目的？载火真好吼，我3月伫台中一个教会，伊讲要趁钱，很直接，我很喜欢。咱创造扳手的目的是啥物？敢是要来转这个螺丝钉？应该毋是吼。若要来转这个螺丝钉，应该有啥物？用螺赖把。所以就为兄弟，咱来小可思考一下吼。咱的人生，你若讲感觉，我的人生哪会无啥顺利吼？哪会这嘛卡遐嘛卡吼？人生拢卡掉咧。你若想讲，咱的人生，咱过咱的人生，敢有照上帝所创造咱的目的来过咱的日子？若无就亲像摕把手去转螺丝钉共款。所以今仔日有4点来教大家思考，咱安怎用上悬的准则来因跟咱的上帝？咱有去对去摕到这个困难来因跟咱的上帝，也搁要安怎来实践来因跟咱的上帝？感谢教会吼，我看到今日周报，特别有一张迄个笔记吼，会当互大家写吼。感谢教会为咱的备班。最后，我有一个小小的结论要甲大家三角来分享。第一，咱做伙来思考，啥物叫最高准则？学员传道会吼，伊有一个准则互咱参考。但是呢，咱咧基督徒咧，咱的世间来过日子。咱讲我要用这个最高准则来过日子，这是一款的选择。你敢一定爱照这个最高准则来过日子？无一定，无一定。安怎讲？圣经讲咱毋通无来聚会，对无？有讲你聚会一定爱服侍无？有讲你一定爱赎回无？有讲你一定爱献诗无？无一定，对无？所以咱若愿意用即款的态度来过咱伫即个地上的日子，是一款的选择，一款的选择。你会使选袂啊毋？这是上帝互咱人的恩典。
上帝互咱人有一个自由的心智，会当来选择。举一个例吼，咱教会拜日有几场的礼拜？2场，第1场较侪啊，第2场较侪人。上帝若无互咱自由的心智，会当选择吼。上帝咧创造人的时阵，就是今日下午7点半，某咪人伊就精神，伊就去食早顿。伊9点正就会家己行来教会，无法度选择。上帝派你第1场就第1场，派你第2场，你就是第2场，迄叫做无选择。但是咱的上帝敢有安尼甲咱创造？无，咱的上帝听咱，所以互咱有自由的心智，会当去选择。伊毋是做机器人哈，机器人的听指令。上帝创造咱毋是安尼。所以咱三角来思考，学员传道会讲基督徒的生活有4个路吼，咱会当来参考。第一叫做荣神，第2个义人。咱常常伫个别礼拜时阵看到这位兄弟也是这位姊妹，人讲荣神义人一世人，同介好的4字，敢毋是？第3就是律己，第4因果，这个因果甲佛教的因果无共款吼，咱等下用经文来甲伊报告。第一个荣神，咱来思考一下。今仔日咱看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。保罗伫写互哥林多教会即张批内底讲，所以恁也是食，也是啉，也是做啥物，拢着因为因跟上帝来做。伊迄阵教会问保罗足侪问题啦，这会当做无？迄会当做无？阮即马新约的时代有主要所的文典，所以这会当食无？迄会当食无？因希望保罗使徒保罗先生像旧约共款，甲因讲猪排会使食无？羊排会使食无？鱼有鳞的可不可以吃？没有鳞的可不可以吃？但是保罗毋是安尼甲因教示，保罗是互咱一个原则。所以时到即马，咱阁会当来读保罗先生互咱的教示，咱知影要哪做。所以保罗先生讲，你嘛做啥物，拢着因为因跟上帝来做。所以第一件。咱要做选择的时候，就爱想讲，我安尼选择有因跟上帝也无，有因跟上帝也无。迄阵咱个头前读3节10章28节，迄阵来了讲，我台语无啥练转，大家甲我斗读一下好无？来，即使有人甲恁讲，即个是祭物，就无得食，这是为着迄个甲恁讲的人。以及良心的缘故，所以迄阵大家就咧教会内底咧讨论现济面会当食，袂当食，会使食无？会使食无？各位你食的物件有献过济无？你知无？毋知的，你咧市场买迄鸡啊，对无？伊咧杀的时阵有哪杀哪伊的神基道无？你敢知？毋知。所以咱要食物件的时阵，是毋是先祈祷，求主洁净。主话我毋知即个物件有献过济啊无？你着互这个食物变做清气。咱毋知，所以咱祈祷了后再搁食。若知的时阵呢，保罗讲莫食，因为迄阵的犹太人对这个基督徒讲，这有献过济呢，恁是会当食是袂当食？祈祷过拢会当食，但是保罗讲，为着这甲恁讲的人，甲良心的缘故，29节讲为着因的良心，毋是为着咱的良心，为着安尼，你着选择莫食，咱着选择莫食这个物件。所以第一就是先去想讲，咱毋是敢若选要食，也是无要食尔，看起来敢若第28节咧讲即个代志，但是其实咱是咧选择讲，是毋是因跟上帝？我做这件代志是毋是因跟上帝？这是咱基督徒伫咧世间过咱日子的时阵，第一爱考虑的代志。我做这件代志有因跟上帝也无？第二，咱搁头前读23节甲24节，保罗可能去互问甲真烦所以咱伫哥林多前书看足侪摆，伊讲凡事拢通，总是拢无利益。
凡事拢通拢是拢袂用，足侪位拢出现。凡事拢通总是拢无建立德行，无得求利益家己，就求利益别人。无得求利益家己，就求利益别人。所以看起来敢若是选择有利益啊无，其实毋是哦，是选择家己也是别人。样代志敢有简单？咱来举一个例，万一咱若选择别人，毋是选择家己，咱若家己有损呢？你若损失你的金钱，你若损失你的名声，你敢无会安尼做？讲张弟兄，你嘛讲了上严重啊！选择利益别人，敢有对我家己有损害？吼，咱来举一个例吼，毋知咱教会有爱餐也无？有哈，有一位姊妹哈，伊的回锅肉做甲特别好食，号称桃园长老教会第一名厨。啊，伊回锅肉是安怎好食？伊讲啊，我这个回锅肉要做进前，一定要用豆瓣酱甲腌2个小时哈，才摕来做回锅肉，安尼毋才会入味吼，食起来底拢有味安尼吼。哇，等到喙烂吼，食中昼顿还袂到，时间袂到。结果有一天。教会有一个新的家庭来，热心听主，定定来服侍啊，逐礼拜拢来聚会。但是因兜的人有一个问题，因若食到辣椒、过敏，喙就肿起来。好，这个姊妹就选择讲好，啊无安尼，啊摆豆瓣酱都不要用腌的。我回锅肉做完，豆瓣酱喺咧边仔要闻的人，家己较去闻。啊，就人甲讲，你的回锅肉退步啊呢？你即马毋是桃园长老教会第一名厨啊呢，应该是爱换人啊。你的名声都无去啊。但是为着选择别人的利益，你有要安尼做也无？你有要安尼做也无？有困难无？我大家表情敢若听无啥会落，准备要登去。安尼后壁叫足多呢。啊，第三。律己好，第6章吼，保罗安尼讲吼，嘛是讲凡事我拢通，互咱做伙三工来读，请。凡事我拢通，若是无一尽有利益；凡事我拢通，若是无一项我要互伊管。若是无一项我要互伊管，所以咱头仔讲吼，保罗一直写凡事我拢通，凡事我拢通。恁定定问我讲，即件代志通啊毋通，迄件代志通啊毋通，真烦。但是保罗真耐心来甲咱教示讲，若是无一项我要互伊管，所以看起来敢若算讲基督徒是毋是要有自由还是无？毋是要互伊管也无，敢若选择安尼尔尔，其实毋是安尼啦，毋是敢若安尼尔尔。咱要选择讲，咱有真正的自由。啥物叫做自由？啥物叫做互伊管？你讲，哎呀，无人管，所以我要食薰，我就食薰；我要啉酒，我就啉酒；我要食毒，我就食毒。这叫做自由，叫做我无要互伊管。敢是安尼？自由是毋是我想要做啥就做啥，无要互伊管叫做自由？毋是吼，自由其实是倒饼啦。我无想要做啥，我就毋免做啥货。我无想要食薰，我就会使无爱食薰；我无想要啉酒，我会使无要啉酒；我无想要食毒，我就无会使无食毒。叫做无要互啥物管，无要互烟瘾、酒瘾、毒瘾管。所以真正的自由是我无想要做啥，我就会使无爱做啥。例如你若还佫咧上班，你会使讲啊，我今仔日听到张弟兄分享，我想要佫来一个月拢无爱上班，就会使无爱上班。你敢有这个自由？无，这叫做无自由。所以真正的自由是啥物？我想要无要做啥，我就无爱会使无做啥货，无要互伊管，无要互伊管，无要互即个歹代志来管。所以基督徒第三代律己，这敢有简单，淡薄仔困难吼。第4叫做因果。加拉太书6章第6节到第6章7节到8节，咱三角来读，请。无得家己错误上帝话语万的，
因为人所业的是甚物，伊也要受何。为着家己的肉体业的，要对肉体来修行败坏；为着圣神业的，要对圣神来修因外。所以看起来，敢若咱要选择家己的肉体，也是要选择圣神。看起来敢若是安尼，但是敢敢若安尼尔？敢若是选择是圣神，也是肉体安尼尔吗？毋是。是要选择咱是毋是要得到永生？你若选择肉体，你着修啥物？我是一个好老师，所以我会给各位看小抄。咱若对肉体，咱着修败坏；对圣神修永活。所以毋是选择讲圣神，也是肉体，是讲我选择着。永活要得永远的活命，因为你无可能选择肉体，但是你会当得到永活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因为种卜仔袂生菜瓜，种卜仔就是收卜仔，种菜瓜就是收菜瓜。选择肉体就得到败坏，选择圣神就得到永活，敢毋是安尼？所以咱即摆知影讲，哦，我咧过我咧世间的日子的时阵，我着爱安尼选择，我着爱安尼选择，敢是一件简单的代志？毋是。所以咱有时阵，伫咱世间的日子有时阵会软正，会感觉讲主啊，我无气力，通去过我咧地上的这日子。我来教会揉涂骹揉遮清气，也无牧师拄着我，也无甲我讲一句感谢。我信歌队的队服拢是我咧洗，逐个拢今仔咧穿嘛，无甲我讲感谢。有无？毋敢讲。安尼气力要对倒来。咱讲啊，我做遮个代志要选择应邀上帝，我做迄件代志要选择应邀上帝，咱的气力要对倒来。咱大心来想即件代志，我若承认讲主啊，我要应邀，我甲你应光你，但是我的气力无够，这是啥物？这是一款的谦卑。咱愿意用最悬的准则来应光咱的上帝，这是一款选择。我愿意来甲主讲，主啊，我无气力，你着爱想诉我气力，这是一款的谦卑。这是一款的谦卑。咱才有气力来过着咱的地上的日子，咱要得到气力，咱会知影两件代志：第一，上帝是创造咱的；第二，上帝是咱的主人。像咱咧讲，上帝是创造咱的，伊毋但创造咱，也创造天地万物，就敢若咱今仔日所读的启应文一样。罗马书11章36节，咱三角来读，请。因为万物拢出伫伊，我靠伊，归伫伊，愿伊永光到代代。阿免。万物拢出伫咱的上帝，这个宇宙嘛是出伫咱的上帝，咱人也是出伫上帝。所以咱若知影即件代志，就像罗马书讲的，咱就讲啊，主啊，愿永光归伫你到代代，因为这实在是足奇妙的。所以以赛亚书43章21节安尼写，咱三角来读，请。这个百姓是我为着家己所做的，要保养我的名声。上帝做咱为着要啥物？保养伊的名声。上帝做创造咱，是要保养伊的名声，要来归因光伫咱的上帝。但是上帝创造咱，敢有遮简单？诗篇139篇14节，咱三角来读，请。我要感谢你，因为我受造奇妙通行，你的所做奇妙，这是我的心情知的。
咱若像诗人共款讲啊，我受造奇妙通行，咱就讲啊，主啊，感谢你，我实在是应该爱甲因光归伫你，因为你创造我是遮尔啊奇妙，遮尔啊通行。这是咱人的 DNA 吼。咱有23对染色体，10条染色体顶悬几啊百万的基因，但是科学家甲咱讲，有一个基因无共款，你即马即个人即个形体，就毋是安尼。一个基因无共款，你就毋是安尼。啊，若3%的基因无共款的，你就有可能变做黑猩猩。黑猩猩甲人的基因差3%呢。所以上帝的创造有奇妙无？有通行无？有。所以咱若知影即件代志啊，主啊，我实在是应该爱归因光互你，咱就得到快乐。第二件代志讲，上帝是咱的拥有者，是咱的主人。即件代志吼，对传福音来讲吼，是一个困难的代志。是安怎讲？我毋知影贵教会伫传福音的时候，感觉啥物款的人较歹传福音？伫阮教会是安尼啦，迄个五子登科较歹传，大家感觉知影我的意思？对一款人较歹传福音，像我即款的吼，有事业的，阿某真水的，佮有厝的，佮有车的，佮有钱的，啥物拢无欠的，吼，足歹传福音的，对无？所以小组甲团契啊讲啊无吼。咱拢无法度甲伊传福音，咱来祈祷，互伊破病，咱再来探访安尼好无？会使安尼祈祷无？袂使吼，我有讲袂使吼，今日有直播吼，袂使安尼祈祷。啊，即款的，咱讲男士吼，你甲讲你有一个主人，我想要需要主人。我公司过来100个员工，我想要需要主人。咱来读。哥林多前书6章19到20节，请。也是恁毋知，恁的身躯就是圣神的殿，圣神踮伫恁，就是恁对上帝所有的，佮恁毋是家己的，因为是用价钱买的，所以就伫恁的身躯因光上帝。咱是安怎需要来因光上帝？因为咱毋是家己的。咱是用价钱买的，谁买的？主耶稣用啥物价钱买的？用钉死伫十字架，用伊的宝血甲咱买倒来，敢毋是？即个价钱你敢有法度互还？你敢还会起？还袂起，所以既然有人甲咱买倒来，伊就是咱的主人。所以咱就爱用咱的身躯来因光上帝，因为咱的身躯已经毋是家己的，是咱的主人的。所以咱若是去互买倒来，都毋是家己的啊！吼，像迄个牧场的牛，讲牛若较大只的时阵，主人就啊，牧场的迄个印记，整个烧咧即只牛的身躯顶，讲啊，即只牛是阮的牧场的。所以，共款基督徒有啥物圣灵的印记？所以你身躯顶有一个印记，讲这是属基督的，因为圣神踮伫咱的内面。有主人好啊，毋好？有主人好啊，毋好？好吼。敢若5%的人讲好，有主人有人会管理吼。啊，咱祈祷是毋是拢讲主耶稣？主耶稣，迄个主啥物意思？主人啊，敢毋是？咱来无咱来举一个例好啊吼。流浪狗吼，流浪狗若去咧路边有人看到，打电话叫迄个动物保护局来，伊就车驶来狗仔掠转去，摕咧收容所，互伊食，互伊啉，过来少看有没有晶片，看有挂项圈无？啊，若拢无，一个月到了安怎？安乐死，无主人就是安尼。啊，若有主人呢，掠去收容所扫一个，有晶片，哦，有线圈、项圈，吼，顶面佫写即主人的迄个手机啊号码，卡过去，恁兜的狗哪会伫阮遮？主
主人做啥物代志？去甲狗领倒来，对无？洗好清气，互伊食，互伊啉，佮带转去因厝，继续幸福快乐的日子。所以有主人甲无主人有共款无？无共款。基督徒有主人无？有。所以你有没有一个甜蜜的家？主耶稣讲，伊去为着咱避难所在，而且已经避难好势，就伫天顶。所以咱咧地上毋是流浪狗，咱是有主人的。有一天，咱会等于到去咱的主人遐，敢嘛毋是？是吼。所以有主人，咱伫地上，咱就有气力、有勇气来过咱伫地上的日子，因为咱知影咱是有主人的。咱知影伫天顶，阁有避难一个所在。咱有一天要去到遐，甲咱的主人三甲斗地，水甲无比，敢毋是安尼？所以咱就有气力来迎向咱的上帝。最后，咱来想即件代志，讲安尼我要安怎实践？咱有啥物办法来迎向咱的上帝？咱若愿意来实践即件代志，是一款的顺服。因为圣经无讲你一定要安尼做，但是你若安尼做，咱的上帝会欢喜。你若安尼做，你伫天顶有免流。无讲你一定安尼做才会当得救，无安尼讲。所以咱若愿意安尼做，是一款的顺服。4个方法吼，照着天父上帝伫咱身躯顶所显的救恩，照着咱生命的见证，照着咱伫地上过圣洁的生活，照着咱所结的果子来实践。阮国际基甸会毋敢讲各位爱安怎做吼，阮无遮大，阮讲阮是安怎做吼，请各位参考一下。第一，照着上帝伊的救恩吼，所显明的救恩，伫以弗所书第1章14节，咱三角来读，请。伊就是做咱成接业的尊重，到上帝所得的业赎回，互伊的荣光得到娱乐。可能大家毋捌做礼拜读遮济圣经吼，所以伫遮讲，到伫上帝所得的业赎回，伊的荣光就得到娱乐。上帝的业得到赎回，就是咱去甲福音传互遐毋捌无熟悉上帝的人，毋是上帝囝儿女的人，互伊成做上帝的囝儿女，所以上帝的荣光就得到娱乐。有哪侪人成做上帝的囝儿女，就上帝荣光就哪侪得到娱乐，敢毋是安尼？是。所以咱就爱照着上帝对咱所显明的救恩，互别人也成做上帝的囝儿女，安尼就互上帝的荣光得到娱乐。我来举一个例吼，阮国际基甸会传福音3个办法，一个叫经上圣经，一个叫做联发事奉，一个叫个人的见证。我带先来做一个见证，经上圣经，互别人来赎回。这个兄弟叫做威廉 G. Junior 吼，这个故事伫因教会的牧师的脸书吼，所以我特别去看伊的牧师的脸书，也去看伊妈妈的脸书，要确定这件代志是真的吼。你嘛会使去脸书看一下。这是伊甲因妈妈的合照吼，因是伊妈妈的独生囝。但是呢，有一天因为一个意外吼。伊就过身去啊！过身了后，伊的妈妈当然就是真伤心，想啊真伤心。2个原因：第一，家己的囝过身当然伤心；第二，伊的妈妈是一个基督徒，伊的囝有时阵去教会，但是无受洗礼，所以即个妈妈足惊讲，有一天到伫天顶的时阵，伊无法度去看到伊即个所心爱、伊所疼的囝。所以2款的伤心加做伙，但是这个妈妈真有信心吼，伊就祈祷了后，开始去整理伊的后生所留落来物件，找到一本基甸会的圣经吼，
有一本基甸会圣经，细本的圣经，就是阮平常时咧经上的圣经，加诗篇箴言哈。阮的圣经内底，伫台湾中文和合本嘛哈，所以甲大家读的应该是共款，啊是贵教会应该是读迄个现代中文译本哈。是，是。所以阮的圣经后头后壁有一个 My decision to receive Christ as my Savior， 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，成做我的救主。所以，伊妈妈甲一本圣经献开，伊的后生伫顶悬签名 ，William G. Rich Jr.，2015年5月9号，同顶还佫写 Love you God， 神我爱你。所以，伊的后生敢有是基督徒？两个条件对吧？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。所以为什么阮甲咧送圣经，毋是干那送电子版的，也是送印的，两种拢送啥啊？因为这个威廉弟兄伫顶悬签名，有没有口里承认？有，不但口里承认，还有sign印吼，佫有签名。签名敢无比用嘴讲佫较有效？啊，你哪知影伊心里相信？伊顶悬写讲 Love you God， 上帝我听你，所以伊妈妈就真得到安慰。所以伫即个安息礼拜要开始进前，伊较紧甲即个圣经摕互牧师讲，我的后生是基督徒，所以今仔日毋是葬礼，今仔日是安息礼拜。所以伫即个安息礼拜，大家就俄乐归伫咱的上帝，知影上帝行奇妙的事。所以即个牧师安尼讲吼，伊伫脸书安尼写，我翻译起来，伊讲我毋知影即个少年人有得救的状况，我就爱准备咧伊的葬礼顶悬来讲道吼，讲道进前吼，因家伊咧5月13进前吼，迄个过新进前的圣经基甸会圣经，互伊讲，我看顶悬。过新的前4天，5月5月9号，即个少年人讲啊，我要将我的性命献互基督。讲为着上帝的话语，甲迄本细本的基甸会圣经而乐主4天，过新前的4天，伊伫迄本圣经签名，讲我愿意接受耶稣成做我的救主。所以众人甲伊的老母就得到安慰，得到安慰，因光就归着咱的上帝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敢是阮基甸会足够印圣经，敢是阮基甸会足够送圣经，敢是阮的圣经印了真水，所以即个少年人会信主，敢是安尼？毋是，是因为即个少年人甲即本圣经拍开的时阵，开始读的时阵，圣神感动伊，互伊看到圣经的明白。上帝的话语有上帝家己的气力伫中，有上帝家己的奇妙伫其中，有上帝家己的恩光伫其中。所以上帝的话语，互伊愿意信主，敢毋是安尼？上帝的话语有气力啊无？有权能啊无？上帝的话语是摕来创造世界的。上帝安怎创造世界？世界安怎创造的？创世纪安怎讲？神说要有光，上帝用讲的尔。上帝创造这个世界，毋是用手，是用讲的。所以上帝的话语有权能、有能力、有气力。国际基甸会会员嘛，安尼相信，所以阮将上帝的话语送互遐暗捌识无认捌上帝的人。感谢俄罗主。第二，照着咱家己生命的见证。马太福音5章16节，这是主耶稣家己讲的话，咱三角来读，请。安尼，恁的光就照伫人的面前，互因看见恁的好所行，来归因光，互恁伫天里的爸。
咱要安怎样互别人来归因光，互咱伫天里白？咱就爱有好所行，安尼咱的光才会照伫人的面前。因为别人看袂到咱的上帝，但是别人看会到啥？看会到你，看会到基督徒。所以基督徒的光就爱照伫人的面前。人讲：哎呀，我迄个小学同学较早读册时阵好，有够格的。哇！即摆哪会变安尼？一定是伊的上帝足厉害的，一定是伊的上帝足够的，会归因光伫咱伫天灵的白，敢毋是安尼？到回圣诞节，敢有要办福音活动？有啦吼！哎呀，咱大家来邀请朋友啦来参加这福音的活动福音的晚会你就想讲啊，对，附近统领百货有一个专柜，我定定甲买鞋啊。安尼我后带来买鞋啊，时阵我甲邀请起，讲你要来阮教会无来参加这个圣诞节的活动。这个专柜小姐看到你就无毋对，这是我的人客。但是大家来买，甲我买鞋的时阵迄杀价真正尖酸刻薄，这拗客。伊甲我讲，迄教会暗会有300个人，叫我去，毋通去啊！300个拗客，我要惊死。买鞋子可以杀价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但是你可不可以用好听的话杀价？咱的光就爱照伫人的因光才会归伫咱伫天里白，咱爱有见证。各位兄弟，你敢有见证？你讲啊，张弟兄，你讲这我得无啥物癌症第4期，雄好起来啊！无讲互车弄着拢无代志也无讲啥物错过一班飞机，迄只飞机就载落去，我拢无即款的见证，是要哪共传福音？你同少有一个见证，就是你是安怎诚做上帝的囝儿女，敢毋是安尼？你同无有一个见证是安尼？所以就用咱的见证，诚做光伫人的面前，别人就因光伫咱的主、咱的天父。所以国际基甸会传福音第2个方法，就是个人的见证。阮龙潭智慧流平姐妹咧甲现任的军官做见证。这是阮新竹智慧中文弟兄伫台湾灯会一个宗教灯区，甲一个少年人做见证。所以，阮若有机会，阮若有时间，就甲人分享阮的见证，希望别人会当甲因光归伫阮伫天里的白。也望咱的兄做会当安尼来做。第3，照着咱圣洁的生活。哥林多前书6章19到20节，咱头拄仔有读过所以，就伫恁的身躯因光上帝，就伫咱的身躯因光上帝，因为身躯毋是家己的。若是姊妹，你的身躯是啥个？你的身躯是上帝的，嘛是你的老公的。若是兄弟，你的身躯是上帝的，嘛是你的某的，对无？圣经讲，人要离开父母与配偶，成为一体，所以你的身躯是你的配偶的，毋是你的，嘛是主的。所以就用咱的身躯来因光上帝。问题是，要做无因光的代志有简单无？较早可能爱出门，即摆毋免手机打开就有啊。无圣洁的物件，家己走入来，敢毋是安尼？所以咱会软正无？会。人会软正，所以软正咱就爱三扶持。主耶稣有软正过无？有，主要所有软正过，所以40天咧旷野禁食。伊要上十字架进前，主要所软正，伊去克西玛尼园祈祷。咱的主有软正，但是咱的主有跋倒无？无跋倒，咱的主无跋倒，毋捌跋倒。所以基督徒会有软正的时阵无？有，除了上帝求亏咱的肢体嘛爱三扶持，所以像咱教会有团契，像咱教会有小组，有咱的三角扶持，咱才有当过圣洁的生活。所以你若是
啊无加入小组，恁若是啊无加入团契，等下礼拜煞毋通先来找我，先去找牧师，先去找长老，先去找执事，甲你安排一个小组，甲你安排一个团契，互你伫地上的日子有人甲你三角扶持，互咱软正无跋倒。这是国际基甸会团福音的第三个方法，叫做联合侍奉。是安怎兄弟爱联合侍奉？因为会软正，因为会跋倒吼。这是有一摆台湾灯会吼，阮全国的兄弟姊妹吼，大家轮流去迄个所在上圣经，所以一到的时阵爱先翕一张相片，爱打卡，传到群组上，讲阮到啊，阮到啊，为着阮祈祷。啊，其实还佫有另外一个原因啦，敢若即阵笑会出来尔，佫来笑袂出来，面腔真歹，是安怎讲？阮龙潭知会陈爽弟兄吼，中山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退休，你看伊咧上圣经，我甲翕起来，满面笑容。迄圣经顶悬吼，新约圣经4个字金色色，啊头前迄两位小姐安怎？动这阿飘飘过去有啊，好像这个人不存在。我想要也可以翕这张相片，因为我常常被人家飘过去啊。所以我想要拍一张这样照片。各位，你若3点钟内底去有1万个人飘过去，你心情敢会好？讲话敢会好听？会不会抱怨？所以爱三角扶持，去服侍唔通一个人，爱三角扶持。你若要服侍吼，你就莫细细念；你若要细细念，你就莫服侍。我来举一个例吼，咱教会什么时阵大扫除？是圣诞节还是过年？还是从来没有扫除？那也无人甲我应。过年了哈，啊过年的时阵大扫除，讲哎呀，今年着我切玻璃哦，咱来切窗仔门的玻璃。我的祖传秘方提出来，82.1%的小苏打加17%的魔术灵加3.8%的醋酸，搁迄报纸爱下3当才会通摕出来用吼。好，来教会切玻璃，鬼切甲金闪闪。拿钱拿讲，好，你看我咧切吼，真正有够认真，我切有够金嘛吼。你看全教会通告切玻璃人就是我。讲到遮就好啊，后壁莫讲，后壁要讲一句，这玻璃旧年毋知谁切的吼。切甲安尼，结果旧年切玻璃迄个人咧你边仔咧流涂骹，听到即句话，有啊，你就感觉啊，是安怎我来教会，伊拢无要甲我拍招呼，我是对家得失着，你家己嘛毋知。所以咱若要服侍，就莫细细念吼，要细细念就莫服侍。软正会使莫跋倒，吼，所以莫细细念，就是你莫一个人切玻璃，两个人做伙切，联合侍奉。互相扶持，咱着软正，但是莫跋倒。你问我讲啊，张弟兄，你哪会知？我第3代基督徒，我咧教会50几档啊，所以我该得失的人拢得失了啦。所以我知影想哪会得失别人。好，同尾一个照着咱所结的规矩，这嘛是主耶稣亲身教示的话伫约翰福音15章第7节甲第8节，咱三角来读，请。恁若点我的话就点恁。既若所爱的恁就求，就要甲恁成。恁结果子侪侪，对安尼我的爸得到荣光，也恁要成做我的学生。咱伫天顶的爸要得到荣光，还佫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咱爱结果子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教示。我来举一个例吼，伫7档，所以咱来传福音来结果子吼。伫7档进前，我受国际基甸会的差派到伫花莲美伦浸信会，敢有听过这个教会？有吼，因教会即满2000个人聚会。啊，7档前我去的时阵1100个吼，所以。中迄个简内裤带，迄就是呢主任牧师哈，志坚牧师。听讲基甸会要去，伊就对因兜摕迄本细本的圣经出来。伊讲：张哥，我甲你讲，
我高二的时阵吼，迄阵大学联考录取率才10%出头尔吼，读册真艰苦。有一天吼，我高中下课的时阵，我走后门咯，无想到讲后门嘛有一个姊妹咧遐送圣经，圣经就互伊啊吼。啊，志坚牧师吼，木那怪的人摕互伊，就摕转去，就下咧书架顶悬嘛无咧读啦。有一天读册读到真野西时阵，就讲哇，一本圣经呢，我才摕落来。伊联会圣经头前有迄个经文选读，开始看哦。头烦的时候看哪里？马太福音第6章，伊就掀开，看到一节经文讲：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，一天当就够了。所以这就是伊一世人第一节读到的经文。第2年，伊就伫花莲的美伦浸信会受洗礼，即马是美伦浸信会的主任牧师。即马因教会2000人，伊接牧师的时阵1000人，11档后2000人。所以伊结果子是1倍、10倍，也是100倍、1000倍。圣经讲，咱去亚经济，迄经济呐，伫好的土内底的100倍，这是1000倍。伊本圣经敢是我送伊的，毋是啊？伊讲一位老姐妹，我虽然看起来老，但是应该不是姐妹，对不对？啊，伊高中的时阵，迄时阵我嘛无算老。迄位姊妹，圣经送互伊的时阵，敢知伊后摆必将做牧师？当然毋知，尾也嘛毋知，因为应该是过身啊。我嘛毋知影这位姊妹是啥。但是伊敢有咧即个地上结果子？有因跟伊的上帝无？有记着天父的时阵，天父安怎讲？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咱在地上就爱结果子来迎跟咱的上帝，亲像这本圣经共款，1000倍，毋是100倍。毋是阮做到送圣经，毋是阮做到印圣经，是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语，圣经有上帝家己的快乐、家己的奇妙、家己的权能，会当成做遮尔啊奇妙的事，愿一切因跟拢归伫咱的上。所以结论。神学家派伯伊讲哈，不要把快乐建筑在神的荣耀之外，要把快乐建筑在神的荣耀里。咱的喜乐就爱伫上帝因光，咱的喜乐唔通讲哇，今日食一碗牛肉面就好食的，真快乐啊！我昨昏去爬山吼，哦，风景真水，真快乐。上帝因光是永远的，迄碗牛肉面是暂时的，所以你若要爱有永远的喜乐，你就爱。互你的喜乐建筑伫上帝永远的阴光之内，你才有永远的喜乐。所以结论是啥物？人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？永远以他为乐，就爱来阴光咱的上帝，而且掠咱的上帝做咱的喜乐。最后，请支持阮基甸会的事工。这是印尼哈，印尼的囡仔手底这本圣经，大家拢有一份，在为兄这里拢有一份，因为教会开放，互阮来报告，互阮来见证，互阮来请安，因为恁为着阮的圣经奉献，因为恁为着阮的圣经、阮的事工来祈祷，所以代替这囡仔，大家献上阮的感谢，支持阮的事工。阮伫1908年。第一本圣经摆伫卢馆，过来1929年100万本，2001年11本，2015年20亿，2022年25亿，25亿本 ，2.5 billion。遮侪年来，上帝用国际基甸会甲伊的话语传予25亿个人，敢有做？无多啦，世界上有70亿个人，阮送遮久才25亿本尔，无多。
啊，佫有足侪人需要上帝的福音，需要上帝的话语，所以有3件代志要甲大家拜托。第一，继续为着阮祈祷，但是同主要为着遐摕着圣经还袂读的人祈祷，恳求圣神甲伊三甲地地，互伊读圣经读着明白，读着读有，读着受感动。第二，请各位继续为着阮来印圣经来奉献吼，今仔日阮有。奉献袋啊，是你要用信用卡，信用卡你会使一个月100，一个月50，一本圣经差不多平均50块，你会使奉献1本、2本、10本、20本，你嘛会使讲我一个月奉献100块2本，用信用卡有一个好处，大家知影无？你每个月收到账单会看到国际机电会100块，记得为我们祷告，所以逐个月你就为着阮祈祷一摆。嘛是一个真好的办法。你的11奉献留咧教会，教会需要你的奉献。大家基电会会员拢阮家己聚会教会，教会需要信徒的奉献，所以11奉献请你留咧教会。若是上帝所赏赐你的，比这个较侪，你会着为着阮基电会印圣经来奉献。第三。你会带来参加基电会，做伙来传福音，坐来结果子。张弟兄，你今日讲半步，我知啦。你就是讲传福音足重要的啦，但是我嘛袂晓唱歌，唱歌足歹听的对无？哦，煮饭嘛无人要食，流涂骹带拢遐捌流了无清气。啊，若去共探访见办人祈祷，伊就破病佫较严重，我拢毋知要安怎。逐摆去拢甲上帝闹开。啊！你会晓搬圣经无？啊！你会晓分圣经无？啊！你若要申请入基电会，教会牧师会甲你签名无？会无签名，阮无收哦吼。教会牧师爱伫你的申请表顶悬签名，讲即个人伫阮教会聚会，伊是基督徒，已经受洗礼，平常表现良好，阮才会收你做阮的会员。若是安尼，三角来传福音，来坐结果子，因为搬圣经、分圣经，毋是一件介难的代志。同做就是人无要甲你摕飘过去尔嘛，敢毋是安尼？咱三角来祈祷，听堂的生命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才设立。你所听的桃园长老教会，伫遮要成做你的光，成做你的业，要伫遮甲福音传互附近的百姓，来显明你的疼痛。主，阮为着遮个恩典，伫你面前献上阮感谢。主啊，即个教会传福音，因所欠缺的，无论是文书，无论是金钱，无论是同工，无论是时间，拢求你赏赐，互教会会当伫遮。来传扬你的名，来高举你的名，来荣光你的名。我安尼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